龙发一口气开了20家门店，又巨资修了温州最大的物流货仓，资金链极其紧张，还不愿意融资。龙发是屠金虎的心血，自然他不会公主转让的。除非他的资金链断了，而且融资只能是您。还是你呀，一点就透。他现在银行的贷款还有1周就到期了，目前为止，只有1家银行同意给他继续贷款，而偏偏这家银行你最熟悉，就是你老公的前东家。如果这笔贷款不给他批下来，他必须变卖公司。明白了，这事儿咱们能配合。好，哎，合作愉快。所以你所谓的为了 SW 的业绩，为了帮小鱼搞定龙发，实际上你真正做的是帮着费总收购龙发，让屠金虎撕毁合同。你串通龙发和我签假合同，拖延时间，导致代理续约失败，让林总被舒总问责，这个才是你真正的目的。方总，你做事为了赢，连底线都可以不要了吗？你的林总就比我高尚吗？你只不过是一个跟他打单的下级，作为下级，只能希望自己站对了方向，哪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我给过你机会，我说过，等有一天当你被动的成为我的下属时，条件可就不一样了。让我跟着你这种人干啊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告诉你啊，邪不压正，龙发不签总代正好，反正我们进谈。方总，你来温州做什么？看戏。林大总监满世界宣布青岛出差，结果飞到了温州。这几天你在温州做了些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你评估了人性，但是没有评估我的智商。你以为你想发展直营这一块，我没有看到。这样，今天呢，我就借2位的酒，庆祝一下我们2部和汇海中心正式签约。怎样，2位，愿不愿意陪我喝一个？不可能，汇海已经和林总签约了。准确的说呢，林总和汇海的合同还在走流程吧。这么巧，福建的费总一直想打入长三角市场，所以他不仅入股了龙发，也入股了汇海中心。他要和我合作，老朋友的面子不能不给吧？吴总，哎，林总，哎，林总，实在对不起，真的不是我不想帮您，合同已经递给董事长了，他却被退回来了。这样，您先别急，你给我2天时间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不必了，谢谢。好了，2位想必会有一番忙乱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不就一去温州吗？你认为难得住我们吗？当然难不住。啊，我顺便送了个彩蛋，打开慢慢看吧。涂总，
张小鱼，别说我没警告你啊！你把今天搬进我仓库的那批货全给我搬出去，我限你12个小时。你要是不搬的话，我全给你扔了。联系仓库，马上。啊，行，谢谢啊！帮我想想办法。我问了，这边仓库没有，5号仓库也没有，是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好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仓库还有空着的吗？啊，这边已经没有了。我特别着急，能帮我查一下吗？这边确实没有了，你去其他地方问问吧。那行，谢谢你啊。行，没事。陈哥，啊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个仓库还有位置吗？没位置了呀。那这样，帮我问一下你们负责的人行吗？真的没位置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没位置。我真的着急。真的没位置，不好意思。那行吧，谢谢你啊。师傅，哎，打扰您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周边还有没有空着的仓库啊？没有了。就是有没有今天它能腾出来，然后我马上能用的？这里的仓库都已经满了。我加点价的，您有没有内部消息？我这个不知道的。谢谢啊。喝口水吧，林总。物流大仓居然是途经虎的，这小子埋得挺深呢。我们也太背了，正好还赶上了明天购物节开幕，现在城里的仓库都爆满。今天晚上还大暴雨，没几个小时了。仓库啊，哪去找仓库啊？万南的朋友圈，我看看。快！赐给我一个仓库。仓库。我找到仓库了。仁泰的温总，他刚好来温州了。你看，他刚发的朋友圈，他们的新店明天开业，他们肯定有仓库呀。约他，现在快打电话。行。Hello，温总，哎，这么巧啊，你也来温州啦？不是你发的定位让我接你吃饭的吗？哦，对，太好了，我还真想请你吃顿饭呢。那这样，我来订餐厅，晚上还有定位，我一会儿微信发给你。啊，搞定啦！我叫个车去啊。嗯。等一下，吃饭可以，但是有个条件。啊，您说。你要保证今天在饭桌上不准谈公事，否则就跟我秘书另外约时间。不是我。那行吧。晚上见。温总。Hello。这位是我们 SW 华东区销售一部总监林总。林总，这位是。你好，是温泽，幸会。
林睿，幸会。林总，请坐。好。谢谢。坐，小雨。哦，好。久仰林总大名，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见到你本人比美丽儿还要漂亮。温总第一次见面，你这么讽刺我好吗？你是想说我是女魔头？除了穿 Prada， 美丽儿真的没有一点比得上林总。那就谢谢温总了。我对温总也是一直都有耳闻。这个酒是采用阿尔萨斯北部的葡萄品种 Gewürztraminer 酿造的，您试试。不错，一看温总就是一个很懂酒的人。酒和女人略知一二。哦，都忘记张小鱼在这儿了。我记得你比较喜欢喝白酒，对吧？还是你还在减肥？喝水吧，喝水，自己来。好好好。林总，温州呢，就是海产比较新鲜。那这家餐厅它的海鲜总会算蛮有名的，刚好搭配白葡萄酒，试一试。温总推荐的，那就他喽。服务员，先生你好。我和这位女士都要海鲜总会。好的，那您呢？哦，我也来个海鲜总会。温总，仁泰专柜，多谢温总的关照了。说起仁泰，我现在有一点后悔。怎么了呢？要是我能够早一点认识林总，我一定会亲自直接跟你接洽。眼前就是机会啊！怎么说呢？仁泰温州的新店，小鱼没跟你谈吗？他没跟我提，他说今晚不谈工作的，我还以为他是好意引荐我们俩认识呢。我没谈工作呀。没关系，小鱼没谈，我们来谈。不知道温州的新店有没有 SW 的位置呢？林总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温州1楼化妆品的专柜已经招商完成，没有空位了。而且你们在温州不是有代理商吗？我们在温州代理商的合约都已经解除了，新店没有开张，到底有没有空位，还是要看温总愿不愿意。那就要看林总能不能给我一个我愿意的理由。扣点20，上不封顶，独家专柜，每个月4次活动，够吗？现放的汇海中心不考虑？哎，跟温总合作了，我干嘛还要舍近求远呢？OK， 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温州的部分呢，要给张小月负责，跟上海一样，1个月的试用期。那我也有一个条件，新店的仓库让我用1个月。林总的这个条件，我可以理解为，主动开口请求我。My pleasure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林总，等回到上海，看哪天有空，我们可以单独约一约。好啊。可以品一些别的酒，比如拉菲古堡。左边呀！
总。下暴雨了。是啊，外面雨挺大的。温总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我飞机会不会飞不了呢？那您也挺倒霉的，但是这是不可抗力的因素。姐，别难过。我改成明天早上6点的飞机，我现在回城里给你加入酒店，跟你是同一个酒店。不过呢，我半夜3点半就得出发去机场。哦，那你工作也挺辛苦的，你注意身体啊。别跟我打马虎眼，你不是经常熬通宵的吗？我不是有的时候，就是也有的时候吧。对，反正回酒店请你吃宵夜。不行，那个现在时间挺晚的了，孤男寡女的也不太方便。那个温总，等我回上海了，我待会请你吃饭。孤男寡女的散打冠军张小鱼也会害怕？那我估计林蕊应该不会怕吧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不会想要去祸害林总吧？祸害？谁输谁删号。文化不多，废话多。我没文化，我但丁是没文化的人吗？这抠脚大汉狂霸天涯。再来一把。喂，正忙着呢。哎，你忙着，我还忙着呢。我有事要问你，丹弟啊，你说啊，有什么办法能让温哲彻底死心？废了他呀！废了他？我怎么废啊？不明白。就你这样机灵的妹子，把一追求者变成闺蜜还不容易？我最亲爱的闺蜜就是你，再不认真点，我先废了你，信不信？小玉，别闹啊！这会儿别闹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想让温哲不喜欢你啊，除非他真的不喜欢你，要不然海枯石烂都不会死心的。哎，那我也不能坐以待毙啊。他要是真的不喜欢你了，会不会很失落呀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是有点担心他去祸害林总。那不正好吗？他们俩年纪也合适，还都是强人。配什么配啊？谁跟他配啊？我跟你说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温哲那人他……哎，小玉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会儿决胜局，等会儿再跟你聊。你在打游戏啊？啊，有一个菜鸟说我没文化，3局2胜，正决胜局呢，谁输谁删号。现在就剩我俩了。不是吧？丹丁，哎，你躲哪儿呢？什么？哦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笨蛋，我是在关心你，没听出来吗？就像这种游戏，1v1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打得好不如躲得好。这个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在一个木箱子后边呢，左边右边都挺安全，好移动。那个人就在前边的帐篷，只要敢露头，就爆他。那个，哎，你帮我记个号呗。我跟你说了，我正忙着呢。你不是躲得很好吗？你快点，就用你手机帮我记。行吧，姑奶奶。你听好了，51、51、27、04、987、04、987。啊，不对，不是987，是981。981。不是，你这个是身份证号还是什么密码呀？对，聪明的但丁，
这就是个摩斯密码。摩斯密码，不会是我爱你这3个字吧？字数是一样的，但不是我爱你，是。你去死！阿拉丁，但丁，哎，你这取的什么破名字呀？商号吧？张小鱼，狂霸天涯。我看你还敢替我出战队！行了，今天晚上本姑娘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啊，张小鱼，气死我了！我是不会上号的。喂，林总，到我房间。那批货进不了仁泰的温州仓库。库管说，如果是温州特批的，必须要看到温哲的签字。啊？可是今天雷雨，他应该没走成，还在温州。我们得想办法找到他。他就住假日酒店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给我打了电话，他问我新店计划的事。他还跟我说他要联系你啊，大病吗？我们去前台把入货单打出来，得马上找到他。林总，你身体不舒服，你就在这儿休息吧，我自己去。也行，拿到签字赶快叫我啊。嗯。你太难受的话，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快去吧，这次别耽误时间了。行，你好好休息，这事交给我，放心吧。小气，有种把我拉黑啊！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的房间号，前台肯定也不会告诉我，怎么办呢？哇塞，这么晚还吃东西啊？哎，外卖小哥，你们这么晚还送吃的？客人点餐我们就要送了。你们店在哪儿呢？我们店在楼下走拐100米。哎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你真的是今晚最帅的男人。这是有目共睹的。前台姐姐，你们这有客人订了外卖，但是我不小心忘记了房间号，好像是1202，你能帮我查一下吗？你怎么不自己打电话问啊？哎呀，我打了，但他一直不接电话，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？帮我查一下吧。这个都这么晚了。姐姐，我是温州大学的学生，晚上在快餐店打工。虽然这单我还要赶回学校，明天一早还有课呢，麻烦你了呗。好吧，那客人叫什么名字？温哲，就是那个温州的温，哲学的哲。哦，您稍等一下。确实是有这么一位客人。不过你确定他是刚刚跟你订的餐吗？啊，对啊对啊。他已经退房了，刚刚离开酒店了。
么晚给我打电话，就不怕孤男寡女了？那个温总，我现在开着免提呢，您赶紧给我作证，我不是个骗子。开免提？你在哪儿？为你证明什么？酒店大堂，我被人误会了，就是我想查你房号来着，这事儿到时候林总可以作证，但是他们现在问东问西的，就是不相信我。没事，还好你打回来给我了。我可以证明我是温哲，我的身份证号码是310108开头，最后3个数字是511。这位张小鱼小姐我认识，但我并不知道她在贵酒店做了些什么，因此我不能做出别的证明。哇塞，什么人啊这？不是他，林总，你们吃吧。林总，你忙活了这半天，温哲的签字呢？拿到了吗？没有。笔和纸给我，快点，快点。还有温哲的合作意向书。这个管用吗？你要带签？入户单。不行，林总，这种事情说大了就是犯法。哎呀，你快点嘛！要不这样，哎呀，没有时间耽误。你让我来。这是你们温总签字的入户单。哎，你说这么晚了，你们是怎么拿到温总的签字的？你管得着吗？这事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要不然你现在自己打电话给温总，你问问这签字他是怎么拿到的。发什么脾气？你厉害，你们都厉害好了吧？好了好了，都别睡了，起来了，卸货啊！走走走，快，放这放这，你先推进去吧，啊，注意安全，慢点啊，把这些放到您的货架上。哎，这女娃脾气臭，人倒是不娇气。应该没事吧？好了好了，还有这些。看这，这么严重啊？你快去把货弄好，快快快！行不行啊？就这么稍微再快点。快去吧，看让人把货弄好。去吧去吧。坚持一下啊！快点快点，快点，小心啊！走。啊，还有这些，快点快点。稍微再快速度，雨越下越大了。小心点啊！哎呀，您这样准是得了什么急性病，不过你也别怕，这车一会儿就到。就是前面左转，再转几个弯。我知道呀，在下雨，师傅。雨太大，我开不进去啊。什么？你开不进来？师傅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你这是在救命，而且我真的是好不容易才叫到了车。那有没有别的路啊？我想问一下，这附近还没有别的路？哟，这还真没有，就这一条路。这可能是下雨前面积水了。你说这破路。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从你现在的位置到我这儿，一共有多远不到1公里吧。？1公里。那这样，你就在原地等我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加付3倍车费。啊？哎，不用不用。你等我啊。不是，咱俩等一下，把这个带上啊。给我吧，谢谢你啊。这个外面天黑，来把这个也带上，路上小心了。好。
青春进行到底，正好拥有一双无悔的眼睛。日历一页页撕去，好多事在放弃，才懂坚持梦需要多任性。我只求能有一秒像萤火去飞行，多那一秒就足够我靠近你，唤醒沉睡你心底纯净勇气。我只求能有一秒像萤火在天地，多那一秒够绝对，我相信我把生命燃烧殆尽，就足够我照亮着你。小月，小月，醒了，林总。没事儿，你就是急性阑尾炎，就一小手术。哎呦，太困了，我再眯会儿。护士，护士，怎么了？快，这孩子在发高烧。发烧了是吗？醒醒！小鱼，哎，醒醒！小鱼，醒醒醒醒！快，拍一张呗！过来点，你出串了。这样。来啊！比心，幼稚。在这儿。好了，就好啦。哇，这两个女的颜值，你看，给这照片取个名字吧，就叫“中国最美病号服姐妹花”，怎么样？这照片发网上整红。但是林总，我可以叫我 Jackie。发网上可不行啊，你可以发给我，我们一人一张，私藏。啊，明白。我现在发给你。就是这种好东西肯定就是要私藏的嘛，那些烧包才天天往外晒。林 Jackie。Justin 叫老贾，我叫林 Jackie。张小云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让每一个人的气质听起来都很闰土。既然你也说了，我们是姐妹花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光是你的林总，你可以叫我 Jackie， 林睿也行。那天的事情是我冤枉你了啊。
我以为你公私不分。没有，这件事情确实就是我办的没有道理，太任性了。其实我就是不想那个温哲祸害你。温哲喜欢的是你，你不知道吗？昨天吃饭他是在演戏呢，演戏给你看，用我来刺激你。反正我不喜欢他。哦？说说。他那个人成熟稳重，具备了非常多女孩子想要的安全感，又风趣又幽默。哇塞，带到 party 场上、同学聚会，肯定闪亮全场。但是他太算计，太多心思了，这种人不适合托付终身的。我们的人生不能托付给任何人，只能托付给自己。至于男人嘛，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罢，那都是你的私事儿，我不会过问的。只有一条，不可以影响工作。明白。温哲毕竟是甲方老大呀。其实我平时真的还处理得挺好的。他昨天说，他突然说要约你。你在我心中是我最向往、最崇拜的女王，我不想让他伤害你。现在已经没有男人可以伤害到我了。拒绝男人我是很有方法的，干净利落，绝不拖泥带水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免费教你哦。林杰 K， 哎，你现在的样子，真的一点都不女王哦。我本来就不是女王啊，但我是最接近女王的那个人。总有一天我会是的。一起吗？一起啊！哦，我。他们和好了，人家说没分手了。你呀，坐。应该多休息几天再来的，刚做完手术。住院这几天，我就当是休了个假了。哎呀，都说你是我手下的第一猛将。这些年你有多辛苦，我最清楚。有的时候这些辛苦，也是您给我的机遇啊。听说你又在搞直营？对不起，老板，这件事情我没有提前跟你沟通，是我想让它有进一步的进展以后，我才向您汇报工作。直营的想法很好，利润快，也便于管理，但是对店员的素质要求也很高。我挑了一批人到上海中心去培训，然后安插到各个柜台实习。1个月以后，仁泰温州店开业，应该就能派过去了。仁泰温州，太好了，你功劳不小啊。但是有一件事儿，我先斩后奏了。什么事情说的那么严重？我和温州龙发解约了。我知道那是您亲自开发的。不用顾忌。不过好在，2部和温州龙发重新签了合同。2部跟龙发的合同，我已经责令法务部严格审查。没有别的事情了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JK， 我们 SW 呢，你也知道的，一直靠业绩说话。你的这个直营的想法很漂亮，但是目前的销售额放尽在你之上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？我当然明白，您刚坐上中国区总裁的位置，做的事儿要上上下下都没得话讲。我要拿下这个中国区销售总监，会堂堂正正，让人心服口服。
，Hello， 私人电话。哦。关下门。好。怎么会跑了呢？哎呀，这个孩子！谢谢，太感谢了，我想办法。谢谢。